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现。欢喜来唱歌！耶！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们来啦！来，给您带来这一首新加坡的创作歌曲。先带来一首歌《细水长流》。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就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轻松，最难忘记你的笑容。友情的溪水慢慢流，流进了你我的心中。 曾在球场边为你欢呼，你跌伤我背负。夜里流星飞，就想象着他日的路途。晚风听着我们壮志无数。年少时候，谁没有愁？满腔愤慨，唯有你能听得懂。 每当我失意的时候，你将那首歌吹奏，轻声悠悠，借我情忧。岁月的溪水慢慢流，流到了别离的时候，轻拍你的肩，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 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 岁月的溪水慢慢流，流到了别离的时候，轻拍你的肩，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 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人生的际遇千百种，但有真心常相守，人愿长久，岁月长流。 年少时候，年少时候，呜呼！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掌声鼓励。很快的，我们来到了8月份，就是新加坡的生日月份。是这整个月呢，我们全岛都有很多的庆祝活动。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把呢国庆愉悦欢庆的这种氛围跟气氛带到现场来，与大家一起呢热烈的欢庆国家59岁的生日。没看到我们3位都穿红白吗？是的啊，对我们国家的敬意。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还有贵宾来到现场做客呢。是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新北区市长任思明先生，欢迎市长，欢迎您市长大驾光临。
欢迎市长。那稍后我们市长呢还会上台来呢，与大家高歌一曲哦。哎加料加料。如果市长一开心，搞不好再演那个短剧哦。我还以为你讲市长一开心哇，搞不好呢，哎，下个月、下个月、后个月，每一个月进户拢不累耶。哎呦，你还嫌不够啊！现在真的每个月都有了嘞。是啊，真的很好哎。真的，不然就有很多的回扣呀。是，所以呢，大家都开心哈。那到底待会儿呢，市长会跟我们一起呢唱什么歌曲嘞？卖个关子，等一下就知道。当然，我也看见呢，现场也有好多的朋友哈，也以呢红色、白色的这个服饰，还有呢服装来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不管今天你穿的是什么颜色呀，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都是我们的贵宾们。所以再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现场的朋友。我们也不忘了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声招呼。是的，我们有通过 Facebook 跟 WeChat 收看我们呢线上直播，以及呢现场的这个同步的直播，所以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欣赏欢喜来唱歌的节目Singapore 人一起唱。线上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现场的朋友也要哦。是的，那等一下呢，我们有一个防止诈骗的爆笑短剧大家千万要留意，千万不要上厕所。当然，在我们每一个月我们的欢喜来唱歌，真的很感谢大家哦。那好多朋友都会有留言啊，或者是说哇买不到票哎。其实买票是用手指按一下而已是上网就可以买到了。但是有一个年长者，有一些阿公阿嬷可能比较不会用这个网上买票的，所以你就注意一下，你家的角落有没有蜘蛛网？你就上那个网也可以。不一样啦，或者是还有就是你今天来看然后节目结束就直接去买之后的后面的票就可以了。我听说下个礼拜的票也剩不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可能再下来，我们华族文化中心要扩建了扩建多2排出去。已经很多人了咯，今天下午，所以感谢大家呢踊跃的支持，从我们做第一场节目到现在，都给我们呢非常非常好的回馈跟反应，谢谢大家。那顾名思义，欢喜来唱歌，除了听我们歌手唱歌之外，也希望呢听到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呢，度过轻松的午间，一起唱哦。我们会把歌词打在大屏幕上，所以大家可以放开声一起唱。你最好唱的比歌星还大声。对，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唱，所以你要唱到你旁边的人觉得你很吵，就是达成这个共识了。唱到旁边的人换位你成功了。不会啦，就是要一起唱嘛，一起 happy 啦。旁边的唱的大声，你就唱的比他更大声，好不好？要笑的尽量笑，要拍手的尽量拍因为很轻松来过我们今天晚上今天的下午的时间，因为平常大家生活都很忙碌，是对不对？然后生活压力或者是平常的压力很大，很多烦恼，来到我们这边把烦恼抛开，是2个小时，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新加坡59岁了，好奇的问一下，现场有没有同样的是59岁的朋友？有没有？哇，刚好 ，Mr. Lee，1965，真的吗？你有59啊？哇，看来你还白白嫩嫩的吧？看不出保养的很好哦。还有后面最后一排好像有姐姐也是的，59还有那个蓝色倒数第3排的，Hello。对够我59金兵大哥有东西送送送你你不早讲，我家里的金条通通搬来送。没有，太多了。后台还有2、3片笋桂啦，如果你不介意。OK， 好，介绍第一个歌星。来，马上的来欢迎这位呢，我们的人气王。他是一位大学生歌手。是的，今天呢下午的时间，他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漫步人生路》，掌声鼓励欢迎天乐。大家午间好，来點掌聲聽一下，一首廣東歌，希望大家會喜歡。嘿，嘿，嘿，嘿。
们线上的朋友按赞、分享。在你身邊流歲月未疲倦，伴你慢行一天接一段，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見，目標凄遠，讓理想永遠在前面。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於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愉快被愛在身邊轉又轉，風中想説無來常花快樂回旋，無用計較，快擁上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陣風吹呀吹，儘管給我倆考驗，笑與甜，放心灑醉決心向着前。來，要唱大聲一點，我們的廣東手，欠了你很久的歌，對不對哈？所以今天要唱大大聲，好不好？聽不到，聽不到。謝謝你們揮揮燈，我看到了。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於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愉快被愛在身邊轉又轉，風中想説無淚上花快樂回旋，無用計較，快擁上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陣風吹呀吹，儘管給我倆考驗，笑與甜，放心灑醉決心向着前。嘿嘿嘿嘿，左手拍右手，啊，拍拍你的小小手。太棒了，谢谢你们的配合。哇哦，掌声如雷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欢迎大哥，欢迎佩芬，欢迎浩浩 ，Hello Happy National Day！ 哇，不好意思，你是我们的特别来宾，来欢迎我们3位，因为我们欢迎你来唱天乐，乐就是愉悦，就快乐开心，所以它的名字就是天天开心的意思。对，天天都很愉悦。你快乐，这是本名吗？快乐，这是本名吗？艺名。哦，艺名。艺名。是，所以他本名是叫什么天福啊 ？Mr. Go， 再加上我是公的，所以就叫天福公。Mr. Go，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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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姓吴啦，吴。哦，姓吴。吴先生。嘿，你还嘿的。李小姐。蛮自然的哈。不错不错啊。吴先生呢，平时呢，这个歌唱算是他的副业 ，part time 啊，副业。是。他今天特别请假，特别请假。算是一个hobby， 哦，兴趣。所以今天下午呢，他要替公司跟公司请个假出来，所以非常难得。公司有没有叫你明天也不用回去，后天也不用回去？我连明天后天都请假了。哇，很好嘞！你的公司是你爸爸开的是吗？富二代。所以就是你有空来，所以就是你请1天，公司送你2天呐。没有啦，所以加起来是3天，用自己的这个假期。哇，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很好。谢谢你们，谢谢主办单位。是，那说到我们国家新加坡，那我们天乐呢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最爱的新加坡吗？所有的新加坡人一路走来59年风风雨雨，还有经过了我们的最难忘的、最铭记在心的，我们经过的那个
COVID-19，对，还有所以还有 SARS 呢。还有 SARS， 对，不容易很开心，我们都还能够坐在这里。这庆幸，是非常庆幸。所以也祝大家呢出入都能够平平安安。这是一定要的。所以呢，作为新加坡人，我觉得呢，也非常的幸福。对对不对？那国家的生日呢，哪一个国家可以庆祝一整个月的呢？除了新加坡之外，还有我们所有新加坡人，你们说对不对？有没有对？哇，你身上这个是胡姬花是吗？应该是吧，我也不懂。是我们的国花是啊，哇，大哥你眼睛很好呢。你多罗快出来是胡姬花有是捉锦万代兰，可能大哥是远看呐，大哥你要不要近看一下？远看像朵花，近看像个疤。原来是疤来的，不是。但是红白就是很好的这个颜色了。是啊，配合今天的主题嘛，这是庆祝国庆嘛。好那您你不是广东人哈？不是广东人，唱广东歌看起来蛮像广东歌，很像样还蛮像，蛮好听的，很好听，很好听。是所以呢，今天来到这里呢，我知道，因为第二首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欢庆国庆嘛，所以呢带来一首本地的创作。可以吗？可以。什么歌？什么歌名？叫做《的生活在这里》。的生活。这个什么华语啊？的生活是什么啊？的生活在这里，这样才像新加坡人嘛。新加坡人讲话就这样子啊。哪有？是你自己讲。有这样的歌咩？是你阿公还是阿嬷哟？当然有啦。是什么歌？我的生活在这里啦。什么电视剧你还记得吗？你有看吗？大哥？什么电视剧啊？那五角鸡啊。五角鸡五角鸡，大家的很大声呢。我知道，因为可能你比较了解，因为我比较晚来新加坡嘛。这有新加坡有5只脚的鸡哦。对，五角鸡我是没有吃过了，我比较喜欢吃白斩鸡。是为什么我的搭档这样的？怎样？人是讲伊个所在叫五卡鸡。五卡鸡，不是五鸡卡。不是啦，五卡鸡甲五鸡卡差真多咧。有捌去过？是不是一个所在叫五鸡卡？五卡鸡。五卡鸡就是那个舞台。前面那个有可以遮阳挡雨的地方，那个走道叫五卡鸡，很 Q 的。以前我们阿公阿嬷，我的阿公阿嬷啦，他们给一些地方名称的这个名字很 Q 的。还有一个地方叫昂沙梨，因为那个沙梨昂，所以它叫昂沙梨。够林姑娘，听不啊？林姑娘是一个所在还是？一个所在，对不对？林姑娘啊，是哦，林姑娘，我们家也有嘞。够这所在叫。你也知道，你的样子不像是那个年代的呢。林姑娘 ，OK， 你们家有？我叫姑娘哎。你们台湾黄姑娘啊，外老母咯。你老母。还有一个地方，你去那个地方，你要穿长裤长袖那个地方叫棒嘎卡。因为蚊子会咬到脚，所以要穿长裤。对。不是啦，是一个所在叫棒嘎卡。是棒嘎。棒嘎啦，一个假的棒嘎。棒嘎卡是因为一招种很多的棒嘎，所以很 Q 的很多一些地名。对，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天乐带来这首歌曲《我的生活在这里》，掌声鼓励。谢谢。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应该有歌词吗？刚才有哈，那所以要唱大声一点哈。哇，原来有歌词，我还不知道，刚才没有唱错哈。一条楼下，穿越多少户家庭。一双母鸡敲醒多少个美梦，忙碌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亲切的五角鸡，
长长的骑楼梯，我的生活在这里，眼泪和幻想点缀我的成长，喜怒和哀乐丰富我的生命，一声招呼泛起多少个微笑，一个关怀叫醒多少个心房，热情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来，所有的新加坡朋友，来点尖叫声！哇，都是新加坡人呢。我也是，我也是，再来一次！哇！来，我们左边的朋友好像比较害羞哈。一条楼下，穿越多少户家庭，一双母鸡敲醒多少个美梦。忙碌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亲切的五角鸡，长长的骑楼梯，我的生活在这里。眼泪和幻想点缀我的成长。喜怒和哀乐丰富我的生命，一声招呼泛起多少个微笑，一个关怀温暖多少个心房，热情的五角鸡，我的生活在这里。Thank you， 我的生活在这里，所有的新加坡好朋友，我们的生活都在这里。Thank you Andy，Thank you， 谢谢麦莉的演唱。其实呢，我们新加坡呢也创作出呢非常非常多呢脍炙人口的好歌，是那配合呢很多的一些本地的电视剧，让大家呢一听到歌曲就有很多的画面浮上心头。哇，相信呢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所有歌手安排的歌曲，大家都会很喜欢。刚刚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呢？有没有？有没有想到说，哎，这出戏是想演呢，是想做的？对，如果会唱的要尽量大声唱出来，在我们欢喜来唱歌哦。嘴巴一张开，你的很多很多的现金就会滚进来哦。哇，要啊要啊要啊！天天有钱，天天数钞票。OK， 那下一首歌手来这首歌嘛是几首呢？华语歌曲，也是呢非常的脍炙人口、轻松的一首歌，叫做祝福恁大家听了这首歌以了后呢，大家拢是安尼青春，好不好？青春的肉体，大家活活一起哈，为您带来这首《青春1、2、3》。耶！楼上的朋友，青春1、2、3，啦啦啦啦啦，青春1、2、3，我将年少的日子谱上美丽的旋律，在悠悠琴声里度过缓缓的小雨，我将青春的日记写成浪漫的诗集，让盈盈的泪水洗净忧伤的自己。我也曾经编织属于梦幻的彩缕，当我找回这痕迹，所有真实的回忆，我也曾经任性地挥霍亮丽的光阴，但我从来不曾忘记踏出向前的步履，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的小雨，在我成长的日记里耐心等待天气，青春1、2、3，啦啦啦啦。
们跟着旋律一起来拍拍手。谢谢楼上的朋友。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的小雨，在我成长的日记里耐心等待天晴。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纯真的心灵，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创造奇迹。让我永远拥有，永远地拥有阳光的小雨，在我成长的日记里耐心等待天晴。啦啦啦，青春一二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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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一二三。永葆年轻，永葆青春。谢谢。哇，真的看到好多的朋友，真的有嘴巴张开哦。耶，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做欣赏。感谢你来泡泡声，真正好听，好听不？好听不？哇，有没有勾起你们很多的回忆呀？有哦，太好了。好，所以来面来唱这首歌。福建的吗？咱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大家拢咧团结一致，对不对？该拍针的就去拍针了。该戴口罩的就戴口罩，大家拢真乖，所以咱会使讲啊，算是全世界吼的国家吼，哇，头一个先开放的，对不对？所以吼，安尼感谢大家。过来吼，行情拢愈来愈好了咧，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大家拢有斗帮忙，拢有斗卡手政府人甲咱吼帮忙甲咱 support。对，咱刷落来就要带来这首福建歌曲，是咱的本地的创作。这条本新加坡嘛是有写福建歌哦。对。哎呦，赞！这首歌是你原唱的吗？我原唱的对哎呦，来啦，我替你讲啦。但是差不多今仔日若是有差不多500个人，差不多80个人捌听过啊。这个是伊帮一个电影戏唱的一首歌。是这个电影拄啊，是我内底嘛是有做这出电影，是叫做12年花这出电影。对。所以内底这个主题插曲安尼。对，因为这个导演哦，伊翕一部881，哇，好势啊！但伊翕一部12莲花，哇，无好势。好好讲，票房有差。对有差，但是吼，那12年是因为伊有演所以有差。是啦，因为女主角小上人啦。因为这个电影有去金马影展做开幕展，有拿奖的啦。对。好啦，咱新加坡的骄傲哈。若是恁袂晓唱无要紧，但是恁只要唱这3个字就会使啦。哎呦，什么字？因为伊的字就可以甲歌名相像，叫做行情好。对，爱愈唱行情就会愈好。恁肯定若听到行情好的时阵，你就爱竖起你的大拇指。行情好，好唔好？我听你唱歌，安尼做要求啊。没有，因为有包红包互人无？无啦。好啦，国庆啦，大家欢喜啦吼，咱一个大拇指啦。大拇指哦，莫比唔着机哦，你袂使比着这支啊，安尼，这支爱拗落去。知啦，这 I love you 啦。安尼唔是 I love you 啦，这是咩？我对你的爱无终止。无终止。OK。是，好不好？来啊，这首行情好。全场的朋友，双手请先借给我，拍手。嘿 ，exercise 一个。这边。人讲这摆的行情实在好，大家拢嘛是笑呵呵。有人坐新车买吃风珠，环游世界是上介好。股票有起嘛伊袂落，人赚甲是直笑。世界经济是真正好，你好我嘛好，大家一起真我。行情好，这摆行情好，吃饱饱咱就死过数。行情好，这摆行情好，满面春风是笑呵呵。行情好，这摆行情好，大家拢嘛是安尼讲。
坐飞机，坐新车，山顶甲海味，啊，世界的行真好。来听一下我们右边的朋友，掌声尖叫声有没有？有没有？左边的朋友，掌声尖叫声有没有？中间的朋友，人讲失败的行情实在好，大家拢嘛是笑呵呵。有人坐新车买吃风趣，欢喜有事这是上介好。啊，股票有起嘛伊袂落，人人赚甲是直直笑。新加坡的生活真正好，啊，你好我嘛好，一起来。行情好，一摆行情好，吃饱饱咱就四过数。行情好，一摆行情好，满面春风是笑呵呵。行情好，一摆行情好，大家拢嘛是安尼讲，出门坐飞机，坐新车，山顶甲海味，啊，一届的行情好。行情好，一摆行情好，吃饱饱咱就四过数。行情好，一摆行情好，满面春风是笑笑呵呵，行情好，一摆行情好，大家拢嘛是安尼讲，出门坐飞机，坐新车，山顶甲海味，啊，一摆的行情好。新加坡啊上个好，新加坡啊上个好，新加坡啊上个好，好啊好啊好啊好。行情好，如求如好啊！耶，送给大家。啊，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哈。是这个配合我们国家的生日又唱这个歌，哇，真的是的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而且也谢谢我们非常有水准、非常专业的观众朋友，你们的配合，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你们，给你们一个大爱心。接着下来呢，马上欢迎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这位好朋友。哇，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曲，又可以勾起我们现场朋友还是线上朋友的回忆。对对对，这也是呢我们本地的一位呢非常厉害的歌手哈，他的成名曲之一啊。那我们欢迎万紫千红杨千红为你带来这首《温柔的夜》。大家好。我的心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月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为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我的心是轻轻的涟漪，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着湖畔，你眼睛像是我梦里最美的星。多希望用我小小的身，轻轻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已不是做梦的年龄。谢谢。
的心是悠悠的湖水，温柔的月色是你的倒影，你把自己浸在夜里，温湿的长发牵动我的相思，我的心是轻轻的涟漪，开展的波纹是我的情绪，若能让你笑着呼喊，你眼睛将是我梦里最美的戏，多希望用我小小的声静静为你点亮一盏灯，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你不是做梦的年龄。多希望用我全部的生命，一地为你轻唱着爱情，让你感觉我，让你感觉我，思念的湖水里浮动你的倒影，让我看清你，让我看清你，怕过了明天你不是做梦的年龄。谢谢你们的掌声。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越唱越喜欢。我很少这么温柔的哈，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哇，他唱歌就是很爆发力很强大的，那就是整天好像泼妇这样啊。其实我这样温柔吗？可以哦，可以可以，谢谢你们可爱的掌声。那么也在这里呢，我就很红吧？有没有像红包？开玩笑，开玩笑，这是我们的新加坡国旗的颜色，在这里你真的再次的要祝我们的新加坡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也祝在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那下来的这首歌曲为你送上这一首我们唱英文版的哈，中文的我不是很熟，送上这一首来自 Kitchan 陈洁仪的 Home。Thank you。我们停一下，稍停一下，老师有点压力了，是吗？他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东西，可不可以给他掌声一下？大家对老师的面孔一定是不会陌生的哈，我们在电视前会时常看到他的面孔出现在节目上哈，辛苦了老师，艾文老师。Whenever I am feeling low, I look around me and I know there's a place to stay between me. Wherever I may choose to go, I will always recall the city, knew every street and shore. Still down the river which brings us light, winding through my Singapore. This is home, truly, where I know I must be, where my dreams wait for me, where the river always flows
This is home, surely, as my senses tell me. This is where I won't be alon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t's home. Where there are troubles to go through, we'll find a way to start anew. There is comfort in the knowledge that home's about its people too. So we build our dreams together, just like we've done before. Just like the river which brings us life, there'll always will be Singapore. This is home, surely, where I know I must be, where my dreams wait for me, where the river always flows. This is home, surely, as my senses tell me. This is where I won't be alon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t's home. This is home, truly, where I know I must be, where my dreams wait for me, where the river always flows. This is home, surely, as my senses tell me. This is where I won't be alon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t's hom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m home. Happy birthday, Singapore! Thank you, everyone. Enjoy your day. 谢谢。谢谢杨千红，嘿嘿，大家好，哎，楼顶的朋友恁好，楼顶的好唔好？哇，这道真好咧，这道楼顶好唔好？食饱未？那大家讲怪怪啊，食饱未？也未啊？哇，通常若是讲阿未吼，应该就是想要叫我请，对唔对？哇，大家真正足团结一心的，讲的台词哦，拢一模一样哦，是唔是？哎呀，好，既然恁大家还未食饱，安尼恁先去食饱，再过来看好不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鱼咯啦啊！伫咧遮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吼，我的老爸，我小鱼咯，安尼我的老爸叫什么鱼咯？老鱼咯啊！哇，你大家拢真知影咧吼！我的老爸吼，前一阵子吼，哇，去碰到那个网络诈骗呐，啊，很不幸的他，我的老爸，爸。你著行好好啊！啊，该过迄个桥就爱过好好啊！哦，爸，你一定是讲哦，伊已经是安怎咚锵对唔对？但是吼，哎呦，好佳哉哦，找个大家来试啊！代志毋是安尼啦，我的老爸吼是吼，有一天吼，咧房间内底吼，哇，差一点点啊！就去互骗3万块，差一点点3万块都飞走了嘞！要不相信哦，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今天真的很舒服哎，因为啊，自从呢疫情过后呢，居家办公可以说是呢我们年轻人
最方便的啊。今天呢，爸爸在家里面，所以我居家办公呢，嘿，可以好好的来孝顺他一下嘞。爸，你手安怎？你是中？这怕精神啦，怕什么？怕？不是怕拿球啦，怕今天啊，精神。哦，爸，我跟你讲啊，今天啊，我不用去那个公司上班的。但一个哦，我在房间开会。我房间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来去买晚餐给你吃。爸，你莫搁休了。哎呀，我管你在房间还是阴间呐，不，你最重要买晚餐给我吃了。是哈，你等我啊，你不要乱跑啊，你看电视啊。好了好，OK，我去开会了哈。囝比老爸较啰嗦啦。这个小鱼佬啦，一日咁工课吼，哇忙忙碌碌哈。伊是小鱼佬，当然我就是，哇，你阁看会出哦。奇怪咧，我囝无伫，我就袂准了咧。伊一日干咧无闲啊，无时间陪我。迄日我的朋友介绍我一个交友软体，我就捌真侪新的朋友，其中有一位甲我真投缘啊。我那个电话拍了几落摆了，讲甲安尼讲袂煞咧，实在是真正好。我的电话，我袂记举电话，安怎无电话会响的哈？是啊，袂记举电话。Hello， 喂。我的目标又打电话给我了。Hello， 有没有人出声啊？喂。是我的darling 你懂，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呀。Hello， 没有声音嘞 ，Hello。哇，听到你的声，我规身躯卡轮转。darling你在吗？我在啦。你今天 How are you？ 我今天 You are 好。我就是喜欢听你的幽默感。跟你聊天，我太高兴了。我也是啊，我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高兴，哎呦 ，I also happy， darling。我要跟你讲哦。你在讲打铃，我的螺丝全部冷了。哎呦，讨厌啦！这阵子我真的很开心，交到你这个朋友，跟我聊天聊心事。真的哈。谢谢你呢，陪我聊天呢。陪你聊天是我的义务。聊天啊。怎么样？你开心吗？我当然开心啦，对不对 ，darling？ 你听到我的声音，你开心哦。他真的是很温柔，很会撒娇，谁受得了没问题，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那么温柔，那么迷人，肯定你是很可爱。我真的只对你一个人温柔呢，darling 啊。你说到我可爱，darling，hello， 有人在吗 ？Hello， 请你不要再这样说话。没有我这边我觉得你叫我可爱，我真的有点难过。为什么？你听不出来我难过吗？有什么事？放心，
有我在。因为你说我可爱，其实我真的就是可怜没人爱。不会的，不会的，有我爱，有我爱，你不要怕。我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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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大力，有你安慰我，我觉得开心多了。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我其实可以从美国 America 飞过去找你，那你觉得如何呢？我爬不起来。你什么事情爬不起来？哎呀，我听到你在美国，我就爬不起来了。是啊，你又不是第一 USA 啊！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在美国。哎呦，我还以为是 Upper Serangoon 啊，USA 很远呐、就是你什么时候飞过来呀？啊？我也是希望能够快一点飞过去看你呀。你只要飞过来哦，我不5星级酒店招待你，请你吃大餐。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很想去，但是我有力，我有心，但是我力不足。你知道我们在地球两边，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每天我们都在一起。But 什么 but？ 什么 but 啊 ？butter 啊，牛油啊？大林不是的，是按照講嘅講個牛油去。是 butter，B-U-T butter。哦 ，but 什麼？啊 ？but 什麼？我是很想跟你去新加坡，飞去新加坡找你。可是最近我的生意失败了，我手头有点紧。本来想说飞去新加坡找你的，可是现在我有苦难言啊，大林。哦，你的手跟头很紧啊。非常的紧，手头紧。没有问题，我出钱给你买机票。啊？机票是没有问题，我真的知道你是我的知己，你真的是患难见真情。机票你是解决得了，但是我在这里的生意怎么办？你知道吗？我的哥哥他昨天才给车撞到，还进了医院呢。进医院了。所以他除了医药费之外，我现在呢还在找我的生意的资金。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从事做生意贸易的吗？不然，Darling，你在不在？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如果你有心要帮我的话，你要不要参与一份我的生意？你可以投资3万块，我包定。既然你是Darling，我一定有信心，我半年以内让你连本带利拿回5万，你说好不好？不要说3万，300万，我都投下去。你应该早就找我。你做生意应该算我一份的，我是你的Darling，我是你的拉链。是拉链，Darling，你是我的碟，你是我的水，你是我的空气 ，you know。对，要投资要快哦，赚钱的机会是不等人的哦。有，我有3万，我有3万，3万，我要怎样编到你？爸，你在干嘛？啊？你在干嘛？什么 A 个 B 的 A？爸，你怎么了？我要编到他3万块。你编到给谁？呀？你怎么手不抖了？编到给我的拉链。什么拉链？老爸，什么乱转钱哎？这个绝对是诈骗的啦！喂，诈骗？喂，挂掉。OK， 谢谢。有没有似曾相识啊？刚才那个剧情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哦。我们刚才演的短剧就是网络爱情诈骗。是，你不要说没有人被骗，连70多岁的阿嬷都会上当。没错，真的而且刚刚我们的短剧里面呢，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了有好几个蛛丝马迹，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接着下来呢，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背后的大荧幕——网络爱情诈骗。那我们Number 1先那是这边先。Number 1先，好。好。诈骗集团通常会在社交媒体跟交友的 software 软体上面呢，
找寻目标。找target啦。然后第二，他们会尽快的向你示好，成为朋友，然后再慢慢的跟你示爱，跟你讲 I love you, you love me, actually is love your money。那试图让你误会呢，你们呢，是否可以呢发展成呢感情线？是，那第三呢，就是呢，他会常常使用技巧，包括呢示好啊、示爱呀、跟你分享道德伦理，懂得牵动你的心，然后呢，利用你的感情或者是紧急事件啊，很急啊，赶快汇钱过来啊！是啊，是啊。那分享的这3点，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第4点。对，第4点。刚刚在短剧当中呢，也有看到啊，他们常常呢都会说自己是在国外。对，不可以说本地哦，一定在国外哦。然后呢，就跟你要钱。要你的联络啦 ，WhatsApp 啊、Line 啊，或者 Telegram 啊。是，最重要的是呢，他会常说钱那是救急的，或者打算呢来找你，但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要小心。师兄啊，你看呢，人家说很急，你不帮我就惨了，死路一条了。那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人被骗过？哇，有被骗过举手，也不会举手啊。我们会还给你啊！这么好，全部都举手，全部都举手，快，全部举手。所以呢，以上呢，我们的短剧呢，希望呢，这个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平常呢，或者是跟朋友在聊天的话呢，都可以把我们这个讯息分享出去。对啊，非常的小心哦。有时候他们可以呢有时候啊，他们真的是放长线哦，钓大鱼。是怎么说？他跟你聊天2个月、3个月、5个月，甚至半年，他都可以一直跟你培养感情。OK， 那最终呢，用6个月的时间，或者是更少的时间，骗取呢我们一辈子呢辛苦呢存起来的这个积蓄。然后他们的手段呢，真的是很高，大家都要自己注意哦。可能因为骗子在你身边啊，可能每一个都是很有可疑的。对，当然也不要太过悲观了哈。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忽然间有一个朋友打来，我招待你去泰国玩，不用钱，你要不要去？要，不用钱的嘞。对，安迪的心里去到的时候，一下飞机，去我朋友的别墅哦，别墅要，对，一去到就 lock 起来了。哎呦，所以很难讲的嘞事情。然后这个人可能是你真的认识的人，对，或者是你的亲戚都好。所以呢，要做任何决定之前，大家一定要呢小心，三思，不要慌张，然后呢不要干凶啊，要想清楚，想明白，确认再确认哦。那我们今天讲的只是诈骗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手法，我们没有时间全部概括在里面，我们只好接下来就唱歌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到我们建斌大哥。唱歌讲到这样严肃，吓到我。我这首歌不得了了，是30年前写的。哇，你写的？你好有智慧哦。写给新加坡的。哇，这么伟大呀！我的智慧不是在这里，你智慧在哪里？在这里。他都用他的笔，神奇的笔。这首歌叫《美丽的新加坡》，所以我开头唱的时候，你们要帮我合音，好吗？我说：“美丽可爱的新加坡，新加坡。”你们会唱嘛？这个是可爱的巴比豆的乐曲。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美丽的新加坡》。歌词在上面。陈建斌作词儿，双手继续借给我们全场的朋友，嘿！美丽可爱的新加坡，新加坡，大坡小坡四百坡，给人家通不到，东山日大巴哟，按摩桥。美丽可爱的新加坡，大坡小坡四百坡，加兰不给河水，加兰不给美拉，邦嘎卡，外卡，Air Raja，Bukit Timah，Teluk Blangah，Mary Ciselita。美丽可爱的新加坡，大坡小坡西百坡，Delta Arizanta，还有加兰besar
好冷热。好可爱的一个名字，它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红点。美丽可爱的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大坡小坡西北坡，新加坡，新加坡，野人甲东北岛，同生润大巴油，红毛球。美丽可爱的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大坡小坡西北坡，新加坡，新加坡，家人不给好水，家人不给美拉，邦嘎卡。Air Raja Bukit Timah Teluk Blangah Mary Trisolita 还有舍利达，美丽可爱的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大坡小坡西北坡，新加坡，新加坡， Delta Arizona 还有加兰巴萨，好冷热，好冷热，好冷热。有唱到你们住的地区吗？各位，就有练起来所在不？这好可爱是哦！ 30年前写的一首很幼稚的歌，大哥写这首歌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来写这首歌？没有了1-2个钟头了，哇，这么很快的快！。你很快想录名而已嘛。是，对这首大哥写的歌好多了，这样写的非还常非常有多很有意思的歌曲。还有那个什么路霸。哎，路霸，花车咧四季所，实在好佚佗。嘿有人爱 speeding， 有人就慢慢扫，有人一手花车，一手甲 girlfriend 抱，有人为了看查某去弄着老阿婆。是你家己吼，看查某弄着阿婆。所以爱注意哦，花掐爱注意哦。呀，这个是，也是10多年了，这首歌。是，很好听，很好听啊！ Yeah 就是都能够呢勾起很多回忆的一些，而且卖是 CD 嘞，卖的很好嘞。是，接下来我们更要勾起您更多的回忆。哇，这部电视剧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也部电视剧。是新加坡的一个成就。是这部电视剧也打进中国大陆，当年了哈。如果听到建斌大哥唱这首歌的话，你的脑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哇，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应该是向云跟以及黄黄文勇文勇哈，有没有？要不要猜一猜什么歌？厉害的，但是大哥唱的这个时候哦，哇，大家很像，等一下很像要起立这样嘞。不所南洋是不过这首歌就是要用美声的唱法，是不一样的，不是流行歌了。 OK， 它会有好吧一种呢很有磁性的唱是法。好现在这个时候，再次用您可爱的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全能歌王建斌大哥带来的歌曲《雾锁南洋》。人世间曾有多少离和悲欢，生命中曾有几许无奈沧桑。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照样可曾唱新歌。过去的记忆，你是否已经遗忘？祖先的流离，可曾使你惆怅？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重重迷雾锁南洋。望远方，天水茫茫，浓雾中何处是家乡？向远方，冲过险滩，浓雾三千我
新家乡。过去的记忆时代不可遗忘，祖先的流离使我生命更坚强。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重重迷雾锁南洋。带希望，努力垦荒，带理想，开拓新家乡。用希望换取希望，用理想创造新理想。充满信心向前往，不必迷惘。一旦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曙光。雾气在南方，雾落在南方，照样一出迷雾潇洒。谢谢。哇，这种歌要由你来唱才有那个不是把握，才有那个味道。这我最初就是这样唱歌的呀，因为我学的是艺术歌曲呀。很厉害哎。这是当初我们唱什么？叫我如何不想他啦？什么追寻啦？蓝与黑算吗？你是晴空，这些都是全部是美声的唱。是不容易哈，那个嗓子要吊起来，这样的演绎的一种方式。是，来给 Mr. Marcus 陈建斌，耶嘿，博得大家的喝彩。接着下来，今天午间呢，我们配合我们的国家的生日以这个主题哈，来给大家呈现我们的节目。当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以及社会，我们4大种族和谐的生活在这一个的小红点上。所以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来同胞以及我们印度同胞，也跟大家一起同乐。是，也是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合作的好朋友。我们欢迎 Balam 还有 Rahila。鼓励鼓励。OK，Hello。那我们这首歌也一起呢打打拍子 ，Let's sing this song together， 呀。Whoa，all right。Yes。Di mana dia, anak kambing saya, anak kambing saya yang makan daun talas. Yang mana dia, buah hati saya, buah hati saya bagai telur dikupas. Everybody,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Di mana dia, anak kambing tuan, anak kambing tuan di atas jembatan. Yang mana dia, buah hati saya, si bunga Tanjung di hujung dahan. One more time.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Singapore. Everybody come on. Yeah.
saya, anak kambing saya yang makan daun talas. Yang mana dia, buah hati saya, buah hati saya bagai telur dikupas.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Everybody louder.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Chan Mali Chan, ketimpang payung. Alright. Woo.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Nandri. Nandri. Tepuk tangan, terima kasih. Wow, so nice to sing this song after those 80s. Correct. Very popular evergreen, Chan Mali Chan. Yeah, even Wow. small children also know Yes, the song. yes. Until you Welcome. We have Balan and Rahila. Hi. Thank you, 谢谢。我们知道 Rahila recently you took part in Surya Oh, yeah, TV the correct. competition. Correct, You got yeah. the champion, right? Oh, yeah, I got champion. 那个歌唱比赛都是专业歌手的，在 Surya 电视台，他拿到冠军。很厉害哦，对一鸣惊人哦。对对对啊，对哇，你会讲华语？ OK 啦，一点点啦。一点点 Ya, 一点点。 Cakap sikit lah. Oh, cakap sikit 啊，讲一点点。一点点啊。After Introduce this， yourself. 我要回家，我要吃饭，我要makan，我要 hungry already。讲华语 means 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After this 啦，After this I sing for you all first. Okay. And how about Balan? Welcome to our show today. Yes, feeling good. 你好吗？哦，好。掌声鼓励鼓励。我爱你们。 Hey, I thought we gave you a Hokkien name. Yeah, Hokkien we name. have a Hokkien name for you. I think I know. What was your name? Hokkien name Yen Tao. 啊， What is 盐道？人道 is handsome He 了 say，handsome。 Oh, he says 烟道。 then you say yourself 盐道啊？What is this? You sure we gave you the name 烟道？ Yeah lah, because always my friend tell me, Balan you Yen Tao, you Yen Tao. I Aiyo, say, he bedek 谢谢 ah. 你，谢谢你。 Maybe you hear wrongly lah. Ah, We really say ah? Balan ni lau gao, no 烟道。lao gao. What is What that? What is is lao that? gao? monyet， Monyet ah. Ayo, ah. 哎，我们是大大你出卖我。No 啦，以为烟道啦，like Hollywood, Bollywood star. Wow, really ah? So can I Thank just you, ah. ask, like, under what circumstance that you all learn like dialect or Mandarin? Is it always hang out with us? That's why you know a bit of Exactly. Chinese? Because How- because Singapore, you know lah, multiracial, Correct. 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 So we have Malay friend, Indian friend, Chinese Yes, friend. correct. So it's a multicultural country lah. I understand. Actually, Correct. we know each other more than 10 years, right? Yeah, I think more than that. More than 10 years. More than 10 or 12 years, I think. Yeah. Very long. And very long. Rahila also started as a child star. Rahila 她是从童星一路唱啊，唱到现在。Yeah, good 啦。 Yeah. Then you also practice song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Correct, Mandarin yeah. song also can. Ya, boleh lah. 塞，你不要回家啊，要回家。 OK 啦，After this 啦，After this，我唱 first，then 我回家。 OK，等等啊，等等我们听你唱。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新加坡呢独特的一套的风景线哈，独特的特色。那大家呢都会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种族的一些学习他们的语言，真的让大家呢感到呢非常非常之亲切。好，So Rahila has sang for us. Now your turn. Yes. Just now only you sing Chan Mali Chan. Chan Oi, Mali oi, Chan. Chan Mali Support the Chan. chorus. Now I'm going to sing a very popular since the 80s evergreen, the Tamil National Day song, Munneru Valiba. Oh, Yes, you all know the song? Yeah, we know. All right, so we all can sing along together and let's have fun in the music. Brother, how you pronounce this title 啊？ Munneru 啊。 Valiba. 我的阿嬷不行啊，太长了，所以我跟她讲，阿嬷这条歌就本来巴呀嘞吧，啊，一定要了，本来巴呀嘞吧，不然请大家听一下。 Bulle But you Paya understand Lebar. okay already lah. Yeah lah, Singapore sound very okay lah. rojak ah, we very enjoy rojak. lah. I can sing a bit. Okay, let's enjoy Okay. this community song for all. Yes, let's sing Let's along go. together. Thank you.
correct. முன்னேறு வாலிப முன்னேறு என்று தொடுவனோ கூவாய் கண் தெரியாத காரி உலகில் ஒளிரும் விண்மீனே தனிமையாலே பயந்த நாடுகள் இருளில் ஒளி பெற உன்னை நாடும் மேல் நோக்கு வாலிப என்றும் முன்னேறி தொடுவனோ கூவாய் தொடுவனோ கூவாய். Come on, everybody. Yeah. வாலிபா வாலிபா முன்னேறு வாலிப முன்னேறு என்று தொடுவனோ கூவாய் கண் தெரியாத காரி உலகில் ஒளிரும் விண்மீனே தனிமையாலே பயந்த நாடுகள் இருளில் ஒளி பெற உன்னை நாடும் மேல் நோக்கு வாலிப என்றும் முன்னேறி தொடுவனோ கூவாய் தொடுவனோ கூவாய். வாலிபா வாலிபா முன்னே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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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வாலிபா. 谢谢你 thank you 能力的马卡塞你爱大家，我爱你们，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给我们先送走我们的 Balan。哎， Oh, I thought I also ya can go. Rahila, I thought haven't 回家 I can wait here already. I thought lah. haven't your taxi haven't come。 Oh yeah lah, later lah. later。其实我们刚刚呢，欣赏到 Rahila 的歌曲哦，算是呢这个开胃菜而已。她的歌声呢也是非常非常具有爆发力。我们让我们的马来同胞给我们临时演唱一首华语歌曲，大家觉得如何呀？哇，this support 哇 applause is 谢谢 for you 嘞。谢谢 I asked if they want Yeah. the song, they say 谢谢谢谢谢谢。 Yeah, I understand a bit lah. Okay, Yeah. can 啊 Can, You can, want to can. save money? 啊 You want to save money? 那有谁要载他回家？等一下，可以载他回家，载他回家。Okay, so can you please sing a last minute request for Oh, us? last minute okay lah, boleh lah, One boleh. Mandarin song 啦。可以可以可以啊。 yeah. 什么歌嘞？Apa lagu？ I try to say 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哇哦 You very understand familiar with this Thank you You're all very nice today, very nice to me. Thank you.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first learned this song? Okay, I actually learned this one, I think when I was 14, 15. Okay. Yeah, but And right, how was I the very long procedure already like? never sing this one. So I will try to do my best today. This year, I just turned 28 last Thursday. 8 August. 哇哦，a day before the Yeah. National Day Eve， Yeah. 年轻哦，28而已，姑娘28一朵花。Okay, so how is the process like learning this song? Okay, actually, right, fun story. I have a neighbor, Chinese neighbor. Her Okay. name, I call her Auntie Billion, you know. She level 2, I level 3. So my father go to her and say, hey, Billion, teach my daughter how to sing Chinese song. Lah. Yes. Oh, can. Then people call my father Ah Chong. Ah Yeah, Chong. because my father got Chinese Friends. also. Okay. Yeah, so she come up to my house and say, okay, come, Raila, what song you want to learn? I say, I pick a few, right? All the Oh, oldies short numbers. list. Yeah, so I learn myself, but she will come up and listen if tune or not tune lah. Like that lor. Yeah, that's why I really love. I very lucky that we are actually born Singaporean. Yes. And we are here. We're so lucky. We have like our Indian friends, our Chinese friends, Malay friends. Then every time like after she teach me already,
Then she will ask me, how your first performance okay or not? Auntie Bilal, everybody like, Then she also like, oh, good. Yeah. So let's hear how Auntie Billion has actually groomed her neighbor. If it's good, y'all clap. Okay, let's listen to and enjoy this song. Thank you. 潇洒走一回。Thank you. 谢谢。临时加唱哦。Okay, let's go. I'll try my best. 所以它都是在记忆里头 ，all the lyrics are in your head, Yeah. the back of your head. Okay, I'll be here. All right. Hey,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有角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日子呀今生，几山总有时。留一半惊喜，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清晨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喝不下他头一杯。哇，包了，真变。Thank you. Hey, ho, Come on, everybody, sing with me. hey, ho, hey, ho, hey, ho.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有角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老的，留一半惊喜，有时的真真，一盏总有时。 Okay. 留一半惊喜，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清晨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喝不下洒脱一杯。 红尘呀滚滚，日子呀今生，几山总有时。留一半惊喜，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清晨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喝不下洒脱一杯。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喝不下洒脱一杯。好不好？Bagusnya. Terima kasih. Yeah, Rahila. Oh, 谢谢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Thank 我爱你 you. 们。我爱你 Heart shape everybody. Thank you so much.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我的好朋友。哇，好厉害哦！
很厉害啊！是哎，你看他们马来歌手会唱华语歌，我们也会唱马来歌。sikit boleh 对呀，bangga mati 啊。 No mati 啦，you kaki 啦。所以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非常珍惜的一块啦，哈，种族和谐。对。 那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的这个“欢喜来唱歌”这个节目，其中一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向我们的年长艺人致敬。是呀，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乏邀请一些资深的艺人。是在我们每一期啦，我们邀请的资深艺人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能好久不见他了，对，或者是很久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他。是，那我们很想知道他的近况，很想知道他的样子有没有变，是，很想知道他的歌声是不是跟以前还是一样。说到样子没有变，刚刚他来的时候，他真的样子一点儿都没变呢。哦，然后就说我很久没有唱歌了，是建斌打电话一直叫我出来，一直叫我出来。我说是啊，来出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是因为他已经收山了，他已经金盆洗手了，哇，洗手的那个盆也丢掉了。哎，金盆洗手好像是那种浪子回头。是啊。 他算是现在是享受自己的一些家庭生活，是现在就是属于倒吃甘蔗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不应该退出，因为很多人还是很喜欢他，是他非常有喜感。你还记得当年一个节目叫《芝麻绿豆》是吗？是这个节目，对不对？我没有讲错。没有，大家都说芝麻绿豆，对。对。 他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叫二，现在已经变八姑了，要80岁了。但是八姑 OK 啦。但是你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聊天的话，他的身体有散发出美丽的味道，香菇的味道。所以不是八姑是香菇。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嘞？我们要不要先介绍他出来？好啊，好啊，好不好？跟他聊聊天。好啊。小耗子去牵着他出来。是，你去恭迎圣驾。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蔡平开二姑。 你带我去哪里？有怕啦？姑不用怕，不用怕，这边是哪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有很多人的，很多人。来，不要怕，给二姑掌声鼓励鼓励。哇，好会演哦！好久没有上台哦，脚软呢。你还是哎呦，二姑你还不错啊，没有变啊，你还有一对脚啊。哎呦，为什么？他说脚软。我还不错，你还有脚。为什么二姑你走出来，然后大哥走过来，你好像二姑丈哦？在一起。不可以，有人吃醋啊！是，还是不要。我们再用一个最热烈的尖叫声、掌声欢迎二姑。二姑不仅呢这个戏演的好，哎，久违了，是开心吗？好开心，真的啊 ！After COVID 哦，是，我就躲起来。你躲起来了。你是欠阿龙吗？躲起来。你是躲病毒。躲病毒。少出门。我有口罩这里。应该的，对，安全的。是因为二姑她的确，今年贵庚啊？不介意告诉我们。我属狗的。哦，几岁？不懂哎。几岁？80啊，78。哇，姐姐讲78，厉害哦！她跟我比的嘞。你看，我跟你讲，人生70才开始。对，你要躲，等你100岁再来躲。精神都很好啊，身强体魄，谢谢，对不对？然后要访问你的时候，浩浩就跟我上来这边，因为他讲我们3个人的高度比较好聊天呢，比较刚一点啊，你站旁边一点的。我们知道，我很久没有看到一次看3个可以看到头皮的啊。我们再加多4个就可以演白雪公主跟7个小矮人。真的。
那我演什么？啊，你呀、当然小矮人了，你要演公主啊。哪里红苹果啦？我不是演那个妈妈咩？啊，你要演巫婆嘛？不，我知道二姑在您的这个后半生啊，您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个导游是吧？不叫导游，导游退休是领队。领队。哦，领队是旅游团的领队。我喜欢带团出国。我最近成了新山某个榴莲园的代言人。哇！所以有吃不完的榴莲。山王的代言人。你几岁了？啊？你吃那么多榴莲，糖分不会高吗？我不用吃的。我不用吃的。你是闻而已。我介绍等一下我都没得吃，因为太好吃，这一下子天哪，榴莲摊位的榴莲都吃光了。哇！我讲的太好了。哇！那我想好奇的问一下，阿姨有没有日常就是怎么样保健啊？因为精神方面什么方方面面都不输年轻人呢，体力对不对？就是怎么样保持到那个尺寸啊，不再多一点。哎，你不要50步笑100步 ，OK？ 这个高度呢就很难呐，因为地心吸力嘛，对不对？地心引力。本来150的，现在变1450了。会越来越矮。正常。真的，我都跟你讲地心吸力了。笑料，等一下我80会不会降高而已？那么我讲我不能增高，就只好怎么样保健了，对不对？是让自己希望能够100岁，能够看到建斌那时候。还有没有机会生？你又抢了我的台词了。我是等我100岁，希望还看到你。因为看你生囝。这两位资深长辈，我们来竞争一下。对，我们来竞争，看谁比较健康。是。我们朝100岁进军。对，这个健康很简单的啦。OK， 怎么样？大家其实病从口入，对不对？其实吃呢，我拒绝白糖，拒绝面粉，that's all。OK， 所以甜的你都不吃。甜品我都不吃，ice cream 蛋糕啦，面包、粿啦、糯米啦、饭呐、面呐。哇，这样多不吃，你只能吃疯了。拜托，巴萨里面几百样菜肴肉类呀，对不对？所以戒糖跟淀粉，阿姨都不碰。那这个是她小小的一个心得。我连吃饭都不要吃白色的。糙米吃糙米。印度米啦、糙米啦、小米啦、珍珠米掺在一起。OK， 学到了。OK， 揉在一起这样来煮。OK， 健康。谢谢。因为我们老了膝盖开始，对不对？所以你要很爱护你的膝盖，更要爱护你的天灵盖因为你跌倒是这个先下去。对，千万不要跌倒哦。阿姨，我们要唱个歌给大家听，对不对？我还能唱吗？有我们一起 OK 的啦。我们陪你。陪我你能陪我有条件的。什么条件？我喜欢我们唱老歌跳老舞，对不对？老舞是什么舞？恰恰，对不对？跳OK， 跳。老师艾文老师，好久不见，你好。你好。好像看到他的儿子。人脉很广。是。对。恰恰给他们跳来准备，老师开始。很 Q 哦。他讲老师该死。开始。跳的由我们来。来，朋友，二姑跳舞唱歌，你们拍手。每愛個情重，個愛每方知，為了心頭緣，連理結相知。你哋唱，只是不知相會在何時。你使乜一定跟我咧？自己跳啊！夜相思，只為不
知相會在何時？你使乜行咁多步咧？腳又短咁啊！ One two three four， 小別相逢多韻味，長別無期那不避，往日歡笑難忘記，你不歸來我雙飛，如雞貴來日過強美之歸。 舊約現還世，唉，胡言各分飛，只恨不知相會在何時？ Yeah good。要去哪里？你退向後做什麼？看不到你這樣小力。小別相逢多韻味，長別無期那不避，往日歡笑難忘記，你不歸來我不依。 雞歸來日，過強美之歸，舊約現還世，唉，無言各分飛。只恨不知相會在何時？最後一句，不知相會在何。 请用掌声尖叫声表示。啊哇，二姑真的嘞，真的，宝刀未老。對啊，這種歌就是他的歌嘛。是，我不是不老，我是不要老。不要老。幹嘛要老？不要老，後面還老不了。哦，我老也老不了，愛老也不要你再老。阿浩浩係話佢爭你鬧啊，鬧下佢啦，鬧下佢。你抵鬧，你抵鬧，老不了。你聽唔懂嘅咧，台灣福建嘅。我唔懂，我唔懂。你唔懂啊？我唔懂。我頭一擺聽到睇到二姑唱歌，哦，那麼可愛啊，可愛。佢講乜啫？係講潮州話。東北話。OK， 我可愛的好。哇，你還記不記得你在《芝麻綠豆》裡面演那個什麼角色？二姑啊，演了510多集啊，播了2年多。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咖啡店的老闆咯，整天給博人家的家事咯。啊，那所謂芝麻綠豆就是我們的老百姓，我們居民的平時的生活，那些小事。芝麻綠豆啊。可是那些小事又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去巴剎講價啦，不要偷拿東西啦，不要賭12支啦。哇！你嗰度嗰陣仲有12支㗎嘛？是。那二姑還記得說，當時在拍這個戲的時候，有哪一個部分最有趣？你最記得、最難忘？最有趣就是我跟阿財的故事。段偉明。因為我很愛罵他，可是我又疼他。他們覺得二姑你很虐待阿財，我說不是，因為他是我撿來的，路邊撿來，我怕他學壞，沒父沒母，所以我就對他不大懂得教育，嚴了一點。可是他還是很黏我啦。很感激我啦，阿財現在也不錯啦，是，還懂得去第5波道拍東西的。他有跟你聯絡嗎？有啊，常常問候我。很好，不錯啦，阿財。所以你現在就是過着這種悠哉閒哉的生活。我常常JB 新山、新加坡兩邊跑，1個月至少去2次，因為我的
摊位在那边。什么？我的榴莲摊位。榴莲哦，榴莲摊。是。哇，你是榴莲园主啊，不得了。本来榴莲山的彭亨那里，不过太远了，带过去呢太远。那我就建议那些老板把这个最好的茂盛王啦，就放在我的旅行社的餐厅的前面。哇，你还有旅行社啊？我的旅行社，我老板的旅行社。好，你讲清楚啊！你还有旅行社，你还来唱歌做什么？哇！想说刚刚不是讲说已经退休了吗？怎么又有榴莲园又有旅行社这样？越讲越多，哇！等一下那个黑风洞也是你的。我做。对啊，哎，不要认老了啊！只是体力欺负我们而已。我不是说一直要带团呐，我是策划而已，用个嘴巴啦，电话，哎呀来了来玩啦，团就来了。OK， 要不要多听一首歌，好不好？我亏了啦。不會啊，很簡單的，就你那個年代的廣東歌嘛。你合唱啦你。好啦，咩歌啊？咩歌啊？我咩歌啊？嚇？咩歌？相思淚啊，相思淚。中意嗎？好啊，好聽。一齊唱啊！我話愛唱就落水啦頭先。情人別去後人消瘦，相思別離惹人愁。念我哋能走，你條婆婆是啱啦。往日情深厚，人生拋棄負情未説緣由，你個衰佬。戀我哋能走。相思葉齋情難受，恨他負恩負義痛心責手。哇！我呢隻歌成日鬧人嘅。朝思夜念暗裏流，只盼蒼天許我成佳偶。臨終地能走。痛恨情慘透，心苦透，書信都未曾，唉，痛恨情慘透，傷心透，相思苦我斷腸消瘦。小心小心，那邊有樓梯。Thank you。來，保鏢。我嚟嘛，見到搏到啦。你落去啊？唔係啊，情人別去後人愁，相思惹人。哇，好會唱哦，你們。人愁難忘往日，人心拋棄。你個衰佬對能走，相思葉齋情難受，恨他負恩負義痛心責手。唱給你聽的喎。哎呀，朝思夜念，只盼蒼天許我成。又成佳偶。頭先又督我而家又黐住我。情慘透，心傷透，相思苦我盡得未曾有。上到甩甩咳咳咁樣。痛恨情慘透，心傷透，相思苦我。受掌聲嘅時候就係而家啦。你又鬼馬啦你，成日老師斷腸燒，哇
给自己一个掌声。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的机会，让你们再一次目睹二姑阿姨的风采。太后回宫，请亮。不是回宫啦，回老人院。哎呀，自己走了。哎，很有力哦！刚才出来还没有力所以他从头哦。到尾是骗人的。刚才是假的，他是很健壮的还要你扶，现在自己走的多快啊！再次给二姑热烈的掌声鼓励，谢谢她。观众朋友们 OK， 你们开心吗？喜欢今天的节目吗？有开心就最重要哦，最重要是你们开心，你们有喜欢，因为我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帮我们做一个反馈 feedback 呢，反馈很简单，仍然是要分给大家 ice cream stick， 然后呢，你们就投进箱子里就可以啦。那我们会问你们的问题就是，大家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第一次来的你就放是，不是第一次来的你就放不是。第二个问题会问你们的年龄呢，你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可以放各自的这个箱子。那第三个，对我们的节目满意吗？拜托，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未来就靠你们的一个满意 ，OK？ 另外一个不要管他哈，谢谢。来，第四个问题，你们认为今天在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预防诈骗的这个讯息对你们有用处吗？有用你就讲有用 ，OK？ 另外一个不要管它，没有啦，你们可以让我们知道你们的反应啦，哈，有没有得到一些重要的讯息，有没有学到哈？然后第五个，您会跟朋友们分享学到的诈骗讯息吗？会或者是不会 ？OK？ 会跟他们 share 吗？不是说你会不会去骗人呢？不是，是说你会不会跟你的朋友 share 说哈，怎么样防止被骗哈，这样的意思。是，那下一次的演出的票，不知道大家买了没有啊？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呢，我们下一次的演出将在9月11日下午的3点。那演唱嘉宾呢，将有鲜红、谢亮子、江志峰以及孙宝林老师。那另外还有10月9号和11月13号。已经开始售票了哦，听说10月份的票所剩不多了，要赶快哦。是，另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会配合中秋节特别主办的中秋合家欢新加坡人一起玩一系列的适合一家大小的活动，让您来参加。那么9月7到8号中午12点开始，有变脸，有相声。有猜灯谜，有游戏，有免费的节目跟活动，可以带孙子一起来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外面的柜台去询问。哇，有好多免费的活动哦！谢谢大家的支持，一定要来捧场哦。另外，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拍照，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哈，大家准备一下你们的口红啊，梳一下头发。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摄影老师呀，准备一下，等一下我们来个大合照。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要结束之前呢，这个大合唱就要请到大家一起来帮忙呢，还要有请我们西区市长任子明市长要上台来跟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哦。来，我们的摄影老师在吗？一直都在是吧？对，那我们这首歌就叫我们先拍照吧。小人物的心声。Everybody we take a photo 啊，那大家应该可以就是如果中间比较有位的话，可以挤一挤啦哈，挤一挤，尽量不要给他有洞洞。好，那我们两边的朋友，市长你好，你好，哇，你的 T 恤好漂亮啊！你好，建平姐。市长跟我们讲几句话吧。大家大哥大姐们，大家下午好，国庆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大家觉得好不好？给我们的3位掌声好不好？也非常谢谢你们，今年开始这个活动开始以来对他们的这个支持。那你们多次出很多，刚才我看到我进来的时候，很多都是认识了。大家进来哦，你今天也有来，你今天也有来，所以大家都变成一个大家庭了。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这个文化馆的这个活动。那在新的这个我们第59年了，59年得来不易。
这59年来，很多都是在座的贡献，才创造今天的辉煌的新加坡，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我们明年的这个 SG60，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庆祝一番，好不好？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那这时要请我们市长来一起拍照哈。好，那我们要面转到所有朋友，我们旁边的朋友也会拍得到哦。来，好，我们转过来。是这专业的老师哦，所以都会拍到大家，大家好，记得你们可以笑一下。比一个赞或比一个爱心都可以哦。这边好像很暗。当然你们牙齿一定要露出来哈。好的，来。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讲哈，新加坡生日快乐哦！来，请准备，1、2、3，新加坡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一起唱这首《小人物》的新生，请市长跟我们一起唱，国富民强，大家也一起唱。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万丈光和亮，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我的时间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哎，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哦。也要大声一点啊！那是你们的欢呼声、掌声，哇，都是顶呱呱的哦。怎么啊？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让我尽力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也许我自己不能发出万丈光和亮，但我能为都市带来足够的光芒。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我的时间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One more time， 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平凡也是一种幸福。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我的时间由我控制，平凡日子一样会充实。小人物新生，谢谢，谢谢我们，谢谢市长，市长 ，Thank you Mr. Alex，谢谢观众朋友们 ，Thank you， 谢谢大家 ，Thank you Mr. Lee，Thank you 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节目就这里圆满结束了，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谢谢，下个月再见，拜拜。谢谢我们文处长，谢谢，谢谢大家。哎，谢谢，谢谢，谢谢你。